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劉煥兒，劉煥兒，你幾多歲？今年21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劉煥兒，今年21歲。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，我係印度教徒。我之前做過係女傭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追中國餸，好似整雞整腰整蛋，炒菜煲白粥煲湯。我學過點樣照顧女人㗎，好似大公公婆婆開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、同佢哋玩、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、幫 BB 沖涼、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。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